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伫圣月的时阵，三见面嘛要同心来敬拜上帝。要做礼拜的大圣，咱先来传念信息，请咱掀开信息51首，信息51首。庄严而乐的诗歌。 本来，现在，现在，现在，昨年多主宰，难得最下去过，哦，老主呀，国华。现在，现在，现在，家里梯队高海，哦，老兄弟尊敬关机段第3站。现在，现在，现在，尊的多主宰，满面多笑运行，哦，老兄弟主宾。现在，现在，现在，这应高满世代，哦，罗刹威信，都伊的主宰。请咱来唱第2首的信息331首。请咱掀开信息331首。我做基督精兵，做兵就爱有精神哦，咱有气力，阁有精神来唱这首诗歌。本来我做基督兵的，调好大精进，去海中小虚境，困境莫因，时刻高派杀尽，唔通失坚信，救主赞我有名，好我为的心，救主是大管理，看我无是的，救主带我向前，高引我天地。第3站。我追求主向前，就好大向前。我靠信心叫稳，在我心坚定，不断救赎我境，在对的机会，救主赞我生命，好我为的心。救主是大管理，看我无是的，救主带我向前，高引完天地。请咱备办心来做今仔日的敬拜。
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唱歌，着向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作为。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侮辱；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来因信诗，信诗第51首，信哉信哉信哉！咱起立来因全首。信哉信哉信哉！全地大主宰，咱着做声唱歌，落主耶和华。信哉信哉信哉，掌管天地甲海，落上帝至尊至高至大。信哉信哉信哉，万心拢敬拜，天流感恩尊因奉献的宝座前，千千万万天君，民的恶路敬尊，出声感谢，永远上帝大恩。信哉信哉信哉，全地大主宰，万民大声因是恶路上帝慈悲。信哉信哉信哉，尊荣到万世代，路上为是都伊的主宰。阿门。咱犹原起来，来攻读新的诫命。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相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以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一篇，伫信息后壁，第一页，我来刻恁来印。信息启应文第一篇，就是对诗篇的第一篇来的。无惊歹人的计谋，无坐愚顽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伊的叶嘛袂打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咱三甲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父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阮的懊恼，恳求你的信心指示临到你的圣殿，引带阮的敬拜。主啊！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予阮的福气比别人搁较侪。伊爱阮去普天的传福音，伊爱阮做根做羊，来引带侪人就近你。主啊，阮甲别人拢共款，
阮只是有你伫阮的生命内面，阮也要诚做别人的天使，为忧伤的人祈祷，甲痛苦的人分担，替欢喜的人学乐。主啊，恳求你帮助阮，诚做一个好的天使，来分担每一个人的苦难，来分享每一个人的快乐。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做阮随时的帮衬，我靠你的人拢是有福的。阮要尊重你的性命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性命祈祷，阿免。学乐，圣歌队要用的诗歌是纪念主的时刻。
来看圣经。今日圣经记载伫撒母耳记上卷第24章第4节到第7节，甲第26章第8节到第12节。伫个周报后壁有看。24章第4节，军地大卫的人甲伊讲：耶和华捌甲你讲，我要将你的对敌交伫你的手，照你所看最好的款待伊。看啊，迄个日到啊！大卫就起来，按真赶扫罗外户的衫具。后来大卫先来家己这边，因为赶扫罗的衫具，对伊的人讲：愿耶和华禁止我，对我的主耶和华所抹油的行这个事，起手来攻击伊，因为伊是耶和华所抹油的。大卫用这个话阻止对伊的人，毋准伊起来攻击扫罗。扫罗起来，对东来出去行伊的路。第26节，第26章第8节，阿比斯甲大卫讲：上帝今日将你的对敌交伫你的手，求你准我用枪，甲伊插伫地里，插一下，毋免两下。大卫甲阿比斯讲：毋通害死伊，是谁起手害耶和华所抹油的也无罪啊！大卫阁讲：我只应我的耶和华来救世，耶和华要拍伊，检在伊死的日要到，也是伊要落战阵来死。我对伫耶和华，我断毋敢起手拍耶和华所抹油的。搭你通处伊头壳边的枪甲水房，咱通摕来去。大卫对扫罗的头壳边取伊的枪甲水房，两人就去，无人看见，无人知，也无人醒。是因拢咧困，因为耶和华互因困长眠。进度，今日进度的题目是存敬畏上帝的心。咱将时间交予节目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拣选，呼召阮一边组织。伫礼拜堂，阮做伙来敬拜阿罗你。愿你的信心亲自来安慰阮。亲自来医治阮，亲自来开阔阮的心，透过你的话，开阔阮属灵的生命，互阮更较用正确的信心甲愿望来跑走未来的路站。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你毋知有想过，人到底是啥物？咱人的一生到底追求的佫是啥物？无需要想到圣经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伊安尼讲，伊大概讲的是，咱人的外在的身躯，因为日子的关系，咱渐渐会败坏。无管咱如何来重视保养、运动啊，食保养品啊，咱知影可能有真侪啊，咱的兄弟姊妹咧运动，吼，咱这边看小红姐这样有咧健身，吼，还是牧师最近有咧吼。啊，食迄个吼保养品吼，顾骨头吼，顾目睭吼，大家拢加减拢会。但是咱到最后，咱人共款爱面对死亡。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死亡是这部分是咱人上公平的。无一个人会在靠家己的力量来改变。无管你伫社会你有偌侪金钱、地位、权利，还是咱是一般的普通人。无管你是毋是甘愿啊，毋甘愿，死亡一定有一天会临到咱。啊是安尼，咱有来凊彩我吗？牧师讲的毋是这个意思。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内底嘛有讲到，伊提醒咱，信徒毋通惊。虽然外在这个身躯会毁坏，但是身躯的内底会一天搁比一天较新。
有机会哦，毋是每一个人拢有，是你无啊毋。这外在甲内在这两方面，伫咱时间一天一天咧过的时阵，会诚做呐无共款的变化。照讲是应该是外在会愈来愈败坏，内心会愈来愈臃肿。牧师安尼比喻，外在会使可能是咱人的命运，但是内在是咱属灵的性命。咱属灵的性命，咱属灵的性命要好还是歹，上帝互咱机会，但是咱爱家己做出选择。咱人的一生是要顺探咱的肉体，了咱最忠心离开上帝，还是咱要存敬畏上帝的心？顺探信心对咱的带领，咱无放纵咱这个肉体的需要，这是需要咱勇敢来做出选择。今日透过撒母耳上卷24章甲26章这两段经文，咱做伙来看扫罗甲大卫，因面对生命中重要的时阵，因怎所选择。这两段经文嘛是非常有故事的两段经文。就是扫罗对台大卫，将伊当作对敌人，就是冤仇人啊！你对，不是在玩哦。扫罗就是要互大卫，就是要互你死去。咱知吼，要有一个人死去，这个对内心发出的怨愤，唔知有偌深的。牧师毋知咱在座兄弟姊妹，你捌怨恨一个人无？想到伊，还佫会真生气，还是气一个人？牧师捌听咱教会一个姊妹在分享，伊较早吼真生气的时阵，捌拿菜刀要杀因先生。我发现哦，你写这种我想哦，我细汉的时阵吼，我捌拿刀吼。牧师也捌拿刀吼，阮的厝头家吼，在阮公棍桥吼，迄拢是吼厝头家拢是隔壁尔吼，讲要在阮爸爸吼租的迄个店面吼提走，啊，我毋知影迄阵小细汉，我哪会大生气去厝内底摕一刀出来吼，要对付因规家啊，哦，这个习惯真好笑哦，真好笑哦。咱说扫罗是因为背时的一句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扫罗内心就去戒毒的这个经济就发出来。这个礼拜姊妹牧师的讲道内底拢有讲到扫罗性命内心的问题。其实，当姊妹牧师你讲的时候，我嘛家己我家己内心毋是也有安尼的问题。扫罗甲大卫因两个心中的性命是完全无共款的。牧师讲的这个性命是指甲上帝的关系，那是属灵的性命。扫罗伊有真好看头的外表，伊真乖，阁缘投，但是伊无法度面对家己内心的欠缺甲自卑。展现出伊这个人信心自信无够压。即摆伫咱社会真少这款人，反正伊就骄傲你外在要表现出来，因为内心的欠缺，伊就要靠外在来骄傲来表现出来，伊要高人一等。咱俗语讲输人毋输阵，输阵歹看面，这嘛是咱现今真普遍社会的现象。牧师看新闻，我毋知真还假吼。咱即站台积电听讲有被工程师盗机密嘛然后查出来的是清华大学有人去问伊的教授教授，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会不会很惊讶？迄教授讲我袂惊讶。袂惊讶，为什么？因为即摆的人对伦理品格低落到一定的程度，无你教这款物件，
所以伊感觉伊袂惊讶，袂惊讶。扫罗受上帝竞选开始的时，伊真惊吓，好亲像伊无备办心啊。就好亲像咱受竞选长老、执事、会长，就是咱无备无心，咱嘛爱开始慢慢来装备咱家己。但是咱看扫罗，伊嘛无想要装备开始，伊常常看啦，靠废气来办代志。他靠了血气办代志，自然就无顺服的心嘛。扫罗王就真紧的时间，就讲先知撒母耳啦起冲突，意见无共款。相对咱来看大卫，伊对细汉就是互因的兄哥啦边缘化。顶礼拜有讲嘛，上帝找先知撒母耳来约瑟因的厝的，要来在大卫抹油。迄阵亚西甲忽然间想起，我还阁有一个伫外口咧顾养的迄个细囝，在即个细囝放袂记啊。竟然是安尼，大卫伊有安照起工做代志，因为大卫伊常常存敬畏上帝的心嘛。伫到伊咧顾养的时阵，虽然拄着豺狼虎豹的攻击，但是伊会来一遍一遍经历啦。上帝对伊的救赎，大卫伊虽然无真官的身材，但面对非利士军队对以色列军队的攻击的时阵，伊内心非常的清楚，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伊重视上帝，伊在意上帝，伊来主动面对巨人歌利亚，伊毋是靠。伊安尼冲锋，还是外在，伊是因为有上帝信心甲伊同在。所以咱咧讲，扫罗太时千千，大卫太时万万，这句话不过是真做啦。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扫罗的内心的火红点到，伊会产生嫉妒的心嘛，会使来较上悬的时阵，所以伊会失去理智。有拄则牧师讲，迄个姊妹伊讲，伊也都要知因先生刣死，伊失去理智，就是无管如何，扫罗就是要将大卫刣掉。听咱牧师讲这段经文的背景，安尼看啊，一个人属灵的性命会影响咱一个人。有时咱讲咁一个人来教会久久啊，但是伊奈拢无改变。拢无啥咧改变，迄个问题就是因为属灵的性命无提悬啦。伊来到教会10年共款始终如一啊，这是无好诶。咱来到教会，咱一直互上帝在咱修剪，咱属灵的性命较有法度改变。所以，当咱听到一句感觉人在咱讲无好听的话，还是受人在咱攻击的时阵，咱会做出什么反应？咱无法度控制别人对咱的行为，但是当咱有属灵的性命的时阵，就是咱有敬畏上帝的心，咱甲上帝有好的关系的时阵，咱较袂陷入大生气，咱较袂失去理智的中间，咱佫会用上帝予咱的智慧来面对咱生活中的困境。人的命运。不管是出身、境遇，还是财务，常常看是无法度改变。有的人就是从细汉就是摇着金汤匙出生，嘛有的人一出世就是伫艰难困苦，甚至无结门全的家庭内底。到底这两项对一项是好，对一项是歹，真歹讲。咱拄开始看，咱感觉摇着金汤匙出生是上好呀，这边是上歹啊。但是咱若故事阁看落去，无拄拄。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嘛常常不断予咱人机会，就是要看咱人如何来选择。大卫甲扫罗两个人命运虽然无同款，但是上帝依然予因机会来调整。当因做出无同款的选择。
中咱就行向无同的命运。兄弟姊妹，伫咱信仰的旅程的中间，咱回想过去的日子，应该拢有经历上帝的救赎甲恩典。上帝嘛，有愿互咱侪侪改旧换新的机会，咱检测有勇敢做出选择，来改变咱生命命运。牧师讲的这命运，毋是讲外在的命运。哇！感谢主，互我趁真侪钱、升官，互我囝儿孙一大堆，这嘛是真重要，无毋对。但是，咱的命有就是咧有主动在内在的生命无？有主动在内在的生命无？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24章第4节，甲26章第8节。咱看手表下面24章第4节，甲26章第8节，咱做伙来读来24章第4节来开始。军地代表的人甲伊讲：耶和华捌甲你讲，我要将你的对敌交伫你的手，照你所看最好的款待伊。看，迄个日到啦，代表就起来，暗中挂扫罗换服的衫军。咱阁看26节第8章，第26章第8节来请。阿比斯对大卫讲：上帝今仔日将你的对敌交伫你的手，只你像我用枪甲伊插伫地里，插一个毋连两下。大卫连续有2遍会使杀扫罗的机会。这2节经文有出现对敌，扫罗将大卫当作对敌，是件严重的代志。伫咱即摆台湾吼，咱嘛有将侪人同咱无共款政治看法的人当作对敌。牧师感觉这是真无好的代志。扫罗逐工你挑战大卫，派真侪人去挑战大卫，但是上帝无要将大卫交予扫罗的手中。兄弟姊妹，当咱敬虔的时阵，上帝会成做咱的保护者，袂使咱交予对敌的手。如果是要听大卫的扫罗，反倒陷入性命的危险。大卫有机会将扫罗杀掉，但是大卫伊无互外在环境的机会冲昏了头。无毋对，照咱人的想法，扫罗阁1摆、阁2摆、阁3摆安尼攻击大卫。大卫如果出手，会使讲是拄啊好尔。但是大卫伊甲上帝有好的关系，伊存敬畏上帝的心，伊的人性有好的人性，伊有对上帝来的智慧，将做伊判断代志的对啊毋对。大卫特别因为尊重上帝，嘛尊重上帝满有的扫罗。兄弟姊妹，当咱有尊敬畏上帝的时，首先展现出来伫咱生命中，就是有上帝智慧。咱你看，有一个有信仰的人，伊常常有智慧，做出代志，讲出无共款的话。智慧甲聪明无共款，智慧互咱人的一生的生命，袂对即个外口安尼走行咱走，伊会去判断。咱也袂互即个世界价值观，把咱引诱吞下去。因为牧师牧会过程的中间，常常有会友讲：牧师，恁做牧师的人真无简单，一个人爱面对遮侪人、遮侪代志，无毋对。伫咱见成嘛是真常有拄着真艰难决定处理的时阵。大部分拢是人的问题。我这个牧师嘛是常常求上帝，互阮智慧，
来处理。求上帝智慧，互阮有勇气来面对拄着的问题，毋是照阮怎样想聪明来处理。上帝咱的智慧会开阔咱属灵的目睭，互咱对代志看较悬，搁看搁远，要互咱纠结伫去现今咱所发生的人事物。上帝会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得又高又远，不会让我们纠结在现在所发生的人事物。咱袂纠结即摆伫台湾咱发生的代志当中有两边人安尼冲突，还是咱家庭的冲突、社会的冲突，甚至互咱拄着心死的问题。对上帝来的智慧的帮助，咱对眼前的困境，互咱有吞忍，互咱有顺服、有信心，甚至互咱有毋忘。就亲像大卫伊知影，扫罗的性命毋是掌管伫伊的手的内面，伊相信上帝会用任何的方式来处理审判扫罗，无管是破病还是留去，咱知影扫罗后来伫战场互杀死。智慧的大卫相信上帝的主权，所以伊愿意耐心听候上帝的时间。接受咱过来看今仔日另外一段经文，24章第50到第7节。24章第50到第7节，来请。后来大卫心内家己责备，因为伊赶扫罗的三亚群，对伊的人讲：愿耶和华禁止我，对我的主耶和华所抹油的，行这个事起手来攻击伊。因为伊是耶和华所抹油的，大卫又这个话阻止对伊的人，毋准伊来攻击扫罗。扫罗起来，对洞内出去行伊的路。这段经文讲了，大卫受一部分意见的影响。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常常有真多的人会在咱影响。大卫伫这个时阵嘛受影响。你第一遍的时候受影响，出现要伤害扫罗的念头，甚至已经行动落去了，挂扫罗的衫裙，这是严重的行为啊！割袍断义啊！嘉伟，我们两个就是意思就是我无搁参你有关系啊啦，那是真严重的行为啊！但是这个有尊敬畏上帝的人，信心常常会甲伊同在，伊会受提醒、调整。大卫调整，意思是讲，甲上帝有关的人会生出谦卑的心嘛。有谦卑的心，才有法度来带来悔改的行动。大卫伊挂扫罗的衫裙。内心和信心责备，谦卑的人，伊上帝责备的时阵，伊会知影，特别悔改调整家己的所做，甚至伊有勇气阻止身躯边对伊的人毋通攻击扫罗啊！这是非常无简单啊！伫咱信仰团体的时阵，咱看感觉有无好的时阵，咱有勇气去阻止无？若咱阮牧师伫台顶的时阵，该教导的时阵，阮嘛爱讲，就是大家会生气，嘛是爱讲。所以谦卑悔改是基督徒信仰顶面非常重要的功课。但是要做是无简单，因为咱人的罪性会顽固。罗马书7章19节讲，因为我所喜爱的好，我无去行。我所唔爱歹，我反转去行，有无？兄弟姊妹，伫咱生命的旅程的中间，咱是毋是有时为了满足咱家己不同的需要，
这个原本应该属于上帝的财源恩赐，你无提出来好好来服侍，因为服侍非常的麻烦。就昨下晡来料理，咱等下有咖喱饭、咖喱好吧？哦，爱切真侪红萝卜、马铃薯，哦，啊，佮鸡肉。出来服侍落爱有真侪，啊，佮半时间来教会，啊，佮创啊身躯真垃圾。甚至上帝赏赐咱真侪的金钱，互咱事业，互咱的家庭真圆满，但是咱无照起工，从咱的时间，从咱的金钱来奉献给上帝。这个好亲像用上帝无意的方式。来拍赢对敌，上帝就是无意爱代笔，从无正确的方式来拍赢扫罗，得罪了上帝。袂记得，咱一切拢是上帝赏赐的。啊，弟姊妹，你创造无量万美的上帝每个面前，咱每一个人拢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啊。今日最后一段经文是26章第90到12节。第90到12节，讲到经过4名的操练试炼的大卫的信仰愈来愈坚定啊！大卫开始愈来愈倚靠上帝。咱看大卫毋是一开始就有真好的信仰，若是咱有真好的信仰，有时咱嘛因则真生气，咱嘛有要想要受气的时阵，但是有信心总是互咱调整。经文讲，虽然讲有一边有机会杀扫罗，但是大卫已经一点啊杀扫罗的有望拢无啊。怜悯人的上帝嘛，透过大卫一遍又一遍，互扫罗悔改的机会。我们每一个人的剧本，不是从你出生就写好了。咱每一个人性命的剧本。你到你上落尾的时阵，这中间拢爱会起变化。上帝嘛是要互扫罗机会悔改，但是扫罗呢，伊讲啊，我多谢扫罗，你无把他抬死，吼，伊好刚要想要悔改，但是呢，说话不算话，扫罗无把握着机会，因为伊的内心已经互万分充满，超过上帝对伊的疼。如果上帝嘛常常透过信心，还是透过兄弟姊妹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讲话，咱来悔改。悔改是上帝对咱上大的礼物较疼惜。等下咱就要举行新的殿，甲耶稣过一摆三节道。回想主耶稣为你我来到世间。就拄则圣歌队吟的迄个诗歌，互咱真感动。主耶稣为咱受定十字架顶，因为耶稣的牺牲、救赎，互咱的性命真正有长头生的机会。但是姊妹，咱毋通因为外在的环境的因素，互咱失志。咱犹原来专心伫意来跟对主耶稣。咱犹原来伫呐参与教会的活动，咱赶快爱来委身服侍。啊，牧师我真无闲啦，牧师我年纪已经大，我已经70、80岁啊啦。啊，我即摆真无方便。即几工，桃园有一间叫做平安会教会。因今年即摆搁伫阮牧师的故乡小金门里宣教。因旧年因为我的一句话，因有感动，我讲我看到真侪人也去外国，去真个做甲宣教，但是我倒大迄个是福音的沙漠。迄个牧师听了伊家的心内有感动，我感觉这是上帝的工，伊就旧年因就去遐宣教。在教会扫清气吼，啊，外口有草坡去扫。因今年搁较去较长的时间，咱拢宣告拢是少年人，毋是。
因上少年的55岁，上年老的几岁？恁知无？比咱在座每一个人较大，95岁，95岁。我看伊的相片伫遐咧挂草，95岁。国外主耶稣会诚做咱遮敬畏伊的人的帮赞，咱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阿罗你，你伫万人的中间来竞选阮，诚做你的囝儿。这个恩典真大，但是阮伫这个世界里走总的时间的时阵，阮常常有时袂记得主你对阮的恩典。愿主你的信心，互阮内心常常顿敬畏上帝你的心。阮也常常来悔改，主，阮真正得罪你。阮看外在的世界超过听主，直到阮常常伫阮的性命起起落落，无平安伫阮的心内。愿主你的信心，你的疼，你的怜悯，能甲阮在座的兄弟姊妹，互你，互阮的疼，互阮的勇敢。继续来跑走未来的路站，我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第331首，我做基督精兵。信息第331首，我做基督精兵。咱起来用全首。我做基督精兵，着好大真真，气海上上相近，兴军无爱因，死客甲歹杀尽，毋通死人亲，求主掌我用命，互我为知心。求主施大权力，传我无时停。求主传我向前，导引我天顶。我做行所下心，就有好平行。时常困他心境，我你就证明。心事孤单断尽，那树也根定。求主掌我一时，准探主命令。求主施大权力，看我无时停。求主传我向前，导引我天顶。我做求主干净，着好大向前。我靠信心在你，掌我心坚定。孤团救赎，带罪人归正。求主掌我生命，互我为知心。求主施大权力，看我无时停。求主传我向前，导引我天顶。阿门。真济。这时来举行圣礼典，有人大细囝就跟耶稣，要互伊摸。学生这边伊，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因阮细囝就问我，无得敬伊，因为上帝国是折互人的。
我实在甲恁讲，你若升级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当入去。祝福伊，才还手祝福伊。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的事，犹古所应允的，也要归伫伊。伊是恩典的约的护士。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家内的囝儿，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今日咱有小儿洗礼，咱请因的爸爸妈妈带因来到台前。咱今日要受洗礼小儿是于宗翰，宗翰甲吴以佳，因的女儿叫于新叶，那以佳的妈妈叫做许丽娟，爸爸叫做吴五郎，吴五郎，我惊有的兄弟姊妹唔捌啦，这时咱要来举行甲上帝的誓约。牧师安尼来问恁来应答宗翰甲以佳，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伊，教示恁的细囝，着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伊，互伊所行合伫上帝教会的法度。恁要安尼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守这个约。听说牧师抱他会哭，所以我不敢抱。五郎讲的，还是五郎你要先来唱个歌。新叶。我用水在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信神的名，阿门。牧师来宣告，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想接纳入伊的教会做陪参会员，有份伫新的约的恩典。当这个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自做证，也着三角分担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直到领受更新的，阿门。咱三角来祈祷，全年永远伫个上帝，愿恳求你保守照顾这个细囝，引带伊的身躯甲灵魂，互伊的智慧甲年岁哪加添，上帝甲人哪听伊。我咱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他不会哭啊，有人来，牧师抱着。来，咱请小委员接咱送礼物小儿洗礼证书，姓名于新叶，出生主后2024年12月31号，受洗主后2025 8月10号。本教会奉父子圣神的名给于新叶行洗礼，并接纳为本教会为陪参会员，此际愿上帝赐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中会建成教会小会议长黄之梅，恭喜之梅牧师特别帮你们选的这个儿童好，咱阿公、阿祖来，做会来。阿姨、阿哥、舅舅来。
潘哥雅玲姐来，潘哥雅玲姐来，潘哥来。哦，来，个红包哦，来，哇！来，你来讲，一下过一点。好，看前面。恭喜！哎呦！感谢上帝，这是真正真欢喜的代志吼。咱等下伫大道的时阵，咱就知影吼，咱这礼拜开始，咱来为咱吼，这算咱牧师来这8年吼，第9年开始，安尼看安尼一遍，即摆开始有3个吼，咱的姐妹吼，要运程吼，来需要咱来大道吼。好，这时咱来。准备来收主的圣餐，伫开始进前，咱做伙来吟诗，信诗215首，信诗215首。祝你身躯替我受伤拍破。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你若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若归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讲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讲我的人，我决断袂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加恁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
就是使红梅迄暝有提饼祝谢来拜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嘛，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是基督的血，是你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红梅迄边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先咱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信心来信别阮，也信别者的摆伫你的面前所守事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生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性命，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学生的长老。每一遍你领受圣餐的时，咱爱来回想，咱即时还有咱怨恨的人无？咱无法原谅的人无？求主帮助咱，帮助咱来原谅，帮助咱来下面。因为咱有法度原谅人、赦免人，是因为主耶稣已经赦免咱、原谅咱。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咧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一首。吃了嘛，旁边讲，主要说讲，这是我的血是你的，你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洗的咧。你若啉的时，就行咧来纪念伊，咱三个来享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咱三个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净化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的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等阮搁一遍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所以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通因高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接续过来吟信诗219首第30。信诗219首第30。我特别切心无爱就滚你，常常我乐因时时日欢喜，求主耶稣赞我大喜中意，地高你过来，地高你过来，地高你过来的时。阿门。这是咱进行方面，咱遮同我的同工。那不能进来，进来等下不好算。
咱起立来因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是咱进行公道，公道的事项刊伫旧部的第2页。咱来看下公道的事项。教会异象，新传进信徒，万民该祭司。咱来看公道事项第1项。愿主帮助咱常常存敬畏上帝的心，互信心充满，有智慧、谦卑，常常悔改，通行万项事。第2，为集体，咱提名陈王南、沈淑慧、陈德明、赖清光、陈丽水、梁志坚、李以诺、李雅娜、陈怡君、陈昭明、陈天福、秦贤次。甲3个怀孕的孕妇詹若瑜、吴以轩、甲林子瑜，咱提名来祈祷。第3，为中南部的豪大雨，求助人民迄民生产业大方面会当重建顺利，救灾的物资甲卫生的防疫，给咱即时到位。第4，为大罢免浪潮，求助人民催逼国进党会当放下主义，为着更较成熟的民主展开协商。咱只是来大家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愿你固守教会的脚步，互阮所行的拢会当合你的心意。也恳求你看顾教会中年岁较大、甲身躯有病痛的人，恳求你将你所赐的平安藏伫伊的心内，甲生活当中。但即时，阮也要因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信，你的国能到，你的旨意你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犯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根，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
报告，咱来看教会消息。本主于举行本年度第4摆的新礼典，恭喜吴宇佳甲于宗汉的长女于新月小朋友完成小儿洗礼，受接纳为本堂未陪参会员。今日甲主这感动，感谢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互咱对未来充满愿望。第二，8月19号到8月24号，牧师安排小年假。8月20号拜三，查经基督会暂停一摆。团契消息：8月16号拜六下晡3点，妇女团契聚会，分享是宇翔长老，主题是爱的决定。8月16到17号，就是后礼拜拜六甲礼拜，青少年团契举办夏令营，地点伫咧宜兰，2位牧师拢会随队参加。具体消息：8月15号拜五早起9点，伫台北市华爱馆，就是第二殡仪馆至中山厅举行顾秦之谦弟兄告别礼拜，火化后安葬于三峡家族墓园。若是要参加的告别礼拜，请伫咧柜台登记，愿主安慰为主。教界消息：今日下晡2点半。大道埕教会举行社教150周年暨传道师张新慈封牧就任教育牧师受职感恩礼拜，一节牧师会代表教会去参加。以上，上音信息第516首，只是礼拜就要煞。咱引示了，请牧师为咱接导。请会长起立来引。只是礼拜将要煞，大家因心通是线，心肝常常三交杯，毋茫后期早聚会。六日所做着细日，逐项照主所教示，水路讲上照法度，食他毋茫主保护，现在有时受艰苦，吞吞我靠主照顾，困求天父是恩惠。得着心大安慰，经过试炼若坚固，亲像黄金落花露。世间艰苦是将士，路比天堂因福气。阿门。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拜伫永远的约的会，对世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事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门。真济。
道必会。